應世界無煙日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每年都會舉辦宣傳推廣活動。今年我哋嘅主題就係全城集氣齊建無煙香港。大家亦都要切記咧，為咗自己同下一代嘅健康，千祈唔好試第一口煙，不論係電子煙加熱煙、傳統煙加味煙，乜煙都唔好試。並且咧鼓勵身邊所有有吸煙習慣嘅人士，盡快做出正確嘅選擇，盡快戒煙。大家咧認清楚咧，煙草業係透過日新月異嘅包裝設計同埋口味添加、誤導性嘅宣傳等等呢啲手段咧，針對我哋嘅青少年同埋針對我哋嘅女性群體咧，將吸煙咧係美化成一種咧係時尚嘅選擇。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咧係進一步咧透過禁止加味煙、實施全煙害嘅警示包裝，同埋加強禁制另類嘅煙草產品呢啲措施，一齊咧一拼過咧就係可以咧減低煙草嘅使用，保障大家嘅健康，亦都可以減低咧我哋社會嘅醫療負擔。咁香港海關咧喺控煙政策方面咧，亦都係擔當咗另一個重要嘅角色，就係我哋喺致力喺打擊私煙方面，可以咧係管公營，雙管齊下。我哋有信心喺未來嘅日子咧，將香港嘅吸煙比率咧係降到更低。近年不小心處理或者棄置一啲煙頭，係引致火警一個好大嘅原因。由煙頭引致嘅火警唔單止會造成財產嘅損失，甚至會威脅到市民嘅生命安全。今日嘅啟動禮正正可以提醒大家，戒煙唔單止可以為自己嘅健康着想，更加可以保護家人，甚至為社區嘅安全出一分力。07年之前，我無論喺電台、喺電視、喺電影，其實都喺度食緊人嘅二手煙。我係一路都含恨，即係點解我要食咁多二手煙？所以我會好努力咁樣咧，終於有一日我做到導演。做導演可以點咧？禁煙可以話事，場裏面係話事，現場冇人可以喺我面前食煙。咁我覺得其實有一個無煙嘅社會，其實對於香港嚟講有好多嘅正面影響。首先因為少啲人吸煙啦，所以有關吸煙嘅一啲相關嘅疾病一定會減少咗好多，例如口腔癌啊、肺癌啊、肝癌啊，啱啱林醫生都有講到啦。咁同時啦，因為我哋少啲人吸煙啦，咁空氣嘅質素啦、環境啦都會好好多嘅。咁如果空氣嘅質素啦、環境好好多嘅話，咁都令到香港成為更加宜居啦，同埋更加環保嘅一個城市啦。咁我哋平日亦都坐10幾20個鐘。咁所以你點樣可以利用啲時間做我哋所謂零時間運動呢？嗱，譬如大家而家可以試一下。研究咧就係恆常運動啦，譬如你做一啲超慢跑啊嗰啲動作，如果你每做1個鐘頭咧，可以幫你賺到7個鐘頭嘅壽命，哇抵㗎喎，係咪？免費㗎喎，咁所以運動嘅益處係真係好。而且喺戒煙嗰度咧，就因為運動咧都會幫我哋咧釋放一啲身體有益嘅開心嘅荷爾蒙啦，譬如好似多巴胺啊，一啲生化物質啦。咁如果當啲朋友喺戒煙嘅時候咧，呢啲物質咧係可以舒緩咗因為戒煙而出現嘅一啲不適嘅情況。哇！全城集氣，齊建無煙香港。